赶紧穿鞋，小姐，小姐，哎，快！爷，我不嫌弃你，你吓死你后边，你报道！呀，我靠啊！正大东门真的是海啊！我操，真的他妈是海呀！那个车飘起来了，我操！见过这架势吗？我操！车厢来已经到腰了，过腰了。往那边去。外边看到没？外边水更高，车厢外边水更高。拉着东西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有个小孩子，一个孩子，一个父亲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小孩冲跑了，人冲跑。